来，这个南北合作目前是卡掉咧，这是互国民党要参选立委的家仔囝真着急。讲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将要来启动着全台辅选，特别是要到艰难的选区去甲参选人斗乌演。有关这个南北合作，甲侯友宜问讲，是毋是会甲郭文哲来见面咧？侯友宜讲，虽然大家想法无同，但是双方拢会当来沟通。 整个包装起来要看得美观，而且最主要尾巴不能有烂根。参访水莲作业，天王选基美学，南北套餐总比单点更加下批。我跟柯市长的沟通一直都非常的顺畅，当然这当中也许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，我们都可以逐渐把它沟通。 管道是顺利，不过意见大家都无相像。挑拒绝的民主初选，那赢的郭定兄无甲实际投票的组织动员算在内。那请问实际投票有没有动员的力量在里面？当然有啊。哦，你跟在家里接电话是被动的，中间是有落差的。 会侦查偌济，哪位算算的有5%左右，以顶届投票人数1446万来讲，会超到72万这样多。那1400万。对，那一半的话211个，那这样就是700多万。那我想这个经费。 应该还不至于说负担不起啦，哈！我们要为合作找方法，不要为破局来添柴火。来出经费唔免能够地当解决，不过顶面都要未决定好势，家囝强要失去耐心。韩国瑜来到这里，人也来了，心也来了，请把对我的爱转移到侯友宜身上。 一个出场，大家都认，听讲韩国瑜12月初要启动全台湾辅选，而且小林说2天会为台中到桃园和侯友宜合体，秘书是国民党正港的家谱。韩国瑜市长呢是国民党辅选的利器啊，在立委选举这一局呢，也能刺激大家眼光放远，除了总统之外，立委选举过半也是重要的议题。尤其艰难选区，韩国瑜来到小天，嘛互那赢家囝拢真放心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